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咧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有夢想嗎 ？Rita 知道我係一位夢想家，同時我咪係夢想實踐家，因為我懂得做我喜歡做嘅事情，包含所以呢大位老所有嘅朋友共下來了解節目嘅內容，分享更多新奇嘅事情。喺今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係為大家紹介一位夢想實踐家，佢係一個藝術家，佢咪係發現嘅設計師。佢當後生，不過佢已經行到佢夢想之路，Rita 知道非常嘅歡喜，就得邀請到佢來分享，呢是實實來分享佢，分享鍾如薇，分享如薇你好。主持人到電視前面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如薇鍾如薇。哇，歡迎如薇。你好。真緊當歡喜來到節目當中，因為開頭嘅時節 ，Rita 講唔知大家有夢想嗎？我相信前當然心間都有一個想要追求嘅目標。嘅有人講我想的，有人講我決定要去做，有人講我懂得做。根本呢，你是行的夢想兩條路，你已經第一行咧，香港一條你行到看來上來一順利，因為你有天賦，香港你懂什麼哦？如薇厲害係一個髮型嘅設計師、髮型設計師，同時你咪係一個畫家、藝術家，所以你咪算係斜槓青年是出嚟。係，呢次都算。係啊，因為我其實從國小就開始學畫圖，學美術。美術。哦，你係一路是係讀美術班？係，到大學全部就係。哇！咁講我其實高中以前就當想去做跳那模。誒，唔係講緊想去做乜嘅睇畫家又係乜嘅？電腦上去嚟做跳那模。係。咁一般來講，應該係為去讀乜嘅？美容美髮科，唔係讀美術呢啊？係啊，其實我當想係去讀美容美髮科，不過我爸爸媽媽當希望我做啲技巧，學畫圖了的。係，所以我就讀到大學，然後做兵做退了後，我就去做跳那模。我就當上時候，一方面談到你也當入行，因為爸爸媽媽期望你做得充實，是堅持學美術，有啱嘅天賦，做得堅做下去，未來呢，做得成為一個國際有名嘅藝術家。我相信佢都心間都啱嘅期待。不過做跳那模，有人講你係一種技術技藝嘛，不過我知道你根本未係美嘅東西，未係正嘅東西，它也是一種美的呈現哦。不過呢兩種其實上呢都冇重要。學美術班嘅時間，你要接觸不同的媒材嘛，係嗎？有畫，可能有水彩，韓國可能是雕塑也要接觸，各式各樣嘅，你都要接觸。係，其實我知道兩解東西未動窮，你講動唔窮未係，動窮未係。用乜動窮？因為我知全部就係對這樣嘅東西係看法，然後我知道就美感上我知道動窮。就對這樣嘅東西其實動窮，技術上冇窮用。不過那時候兩解東西其實用美感嘅人，其實走起來就動，那時候會動順利。還係有就是對美的鑑賞力。韓國做得那個完形實現出來，因為畫圖美係嘛，所以做跳那模美係。不過嗰啲係用半年開始嚟做跳那模嘅。用半年開始，其實我就一直就動想去做。我做梯做兵做梯以後，我就老我爸爸媽媽講，哦，我要去學美髮，係。嗰時真嘅是去咧。係，我就去偷染，因為我係苗栗人，苗栗頭份人，我就去偷染從學圖做起。哦，從學圖開始做，所以本來係卡筆卡畫圖筆嘅，是開始讓人寫跳那模。一開始全部就係寫跳那模。係。咁用起到那剪刀還好搞，那筆還冇人好搞呀。其實佢就係一張夢想嘅詞度，就當想去做，唔過是以前冇機會做，係啊，所以我就當想去做，係。因為詞度帶定一把剪刀，其實當簡單，就用到包包裏度，係啊，我就帶定到處去玩這樣子。哇！你嘅搞勢講，譬如講你係有靈感，講兩個朋友咁做得，我厲害為你剪跳那模，咁樣用嘅。其實係講應該係講我當好去行，離行啦，去離行，
就交朋友，就都交到当多朋友，系啊，我就从有一摆我去海参，热天的时节会去秋水，系啊，我就拄到一只龙吟家，伊当像系一种老人版的浪子，哇，嘿，伊就伫海参搞水，我就当上会捞去剪跳那毛，系啊。所以你直接伫海上啊，看人图像。其实我冇想会翕下来，系我朋友让我翕下来，我知道还蛮讲哦，我就分享在社群上，就动动因本爱回想，系啊，我就知道做跳那毛其实系一件那种动匠的事情，都在做动作事情，都有热情，都有行动力。所以你哋也当地实现哈，你只用你的作品来看，你哋也肯定你嘅所谓跳那毛每何创作嘅套路哈。你看到你底下，俩今年呢都会参加一只国际嘅比赛，也算系美发界的奥斯卡，系冇？系，安因圈内系安用讲机嘅，系啊，佢嘅名 AHS，系，我因为我很系动想嘅创作，系，不过我冇买时间做咧画图，我就把创作变到跳那毛。安美都很好哎。其实做一只跳那毛，你还是有那个构图，还有嘅色水，你要怎么搭配？从俩一般来讲，俩系下贴片嘅造型哦。平常时下少人讲去店都讲，我系用安嘅跳那毛，下少错冇。其实就是因为安用，我动想会做俩，因为平常嘅银行全部就做下商业。是讲柜机啦、烟刀啦，做得行出去的。用行出去咪做得，不过大家是咪健康啲係？你係幾時嘅作品？去年的。去年，你未參加比賽錯嗎？那就因為倆這種圖，入圍，入圍倆 AHS， 國際嘅美發比賽，喺個倆係你結束嘅時間。作品，作品，你有一隻名嘅錯嗎？有主題。其實兩個係同個主題的。我覺得想會做一隻戰士的樣子。給前頭嘅嗰種係想發想是日本武士，有，有頭盔的感覺。對。做乜嘅想我用安樣嘅抗戰嘅感覺，感覺因為熱情。有嗰種嘅對抗嘅嗰種心情，係安樣，係哈，香港真係嚟下世界各地，有個地方未第一戰爭，用扮演本安尼係有力量嘅感覺，所以咧決賽是有沒有進入到決賽呢度？係，我就當幸運，就得拿到為代表台灣拿到第3名。哇！代表台灣，你係國際黨嘅第3名，掌聲鼓勵。很自責。你都冇簡單嘅嗬，香港今年未當地嚟參加比賽，你係今年參加比賽作品，你還有分組嗬？分組誰來組誰冇組咁樣？係，其實基本3組。係，我以前就全部參加係誰來組，誰來風格係今年我想我突破，我就做了一隻誰來的，然後一隻誰冇的。其實我想我突破的係在素材上面，因為給豹紋通常就看到係畫在紙上，我就想我突破，把它變到跳那毛。你咁難做誒？因為佢嘅色水，還有它這是有漸層的。因為跳那毛會有層次。層次要不是平面的，它要放豹紋嘅時候動難。像安樣嘅跳那毛，你差唔多因為個顏色啊、剪啊、結構嘅時間，讓做得完成。其實你下我時候我變得動家咧。你也變得動家。以前的動衣。動衣讓做得做一隻跳那。該緊咯。該緊。一天就對。應該是走的，哇，這功力倍增的意思。你一看起來，就是它的立體感效果很好。好，你係誰冇組嘅今年參加嘅作品？哇！其實是第一次公布在大家的面前。大家搶先看哦。你看來
这个它的层次，然后它的这个颜色，我自己动好调彩色，我很喜欢紫色，所以我就看起来动浪漫，有一种率性的感觉。嘿，我想会走出一只层次动豆，不过动柔和的效果。嗯哼，嘿，就做了，因为我第一摆做什么的，所以我想讲，走一只大家都看起来会觉得还不错的样子，不要太突兀。哎呦，你其实平常时，你咪做得用呢种嘅发型呢？係，我做一定做得。哇，有機會 ，Rita 咪來切割啦。像入圍跟我應該是做得做嘅好，該是簡單嘅哈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在來節目當中繼續同入圍來分享佢參加比賽，和究竟有冇堅持佢夢想之路哦。大家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喺今日節目當中，邀請到了解後生入圍嘅藝術家，佢係發現嘅設計師，同時佢咪係畫家。來到節目當中，佢是按到入圍，歡迎入圍。你嘅名我按到當好，勉強入圍是係你，所以入圍就。從學學美術，從學畫圖，到你自己開始做事，你是決定真正是去做頭腦模做設計，讓你從學嘅夢想實現出來。該到今看，你現場擺了安東你嘅作品，除了做頭腦模，還去參加比賽，又會畫圖。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誒！你嘅時間係拍生意嘅幾多倍？因為其實做頭腦模嘅時間應該未當長哦。該因為要去參加比賽，韓國去國外參加比賽，其實你自己會發動到錢，發動到時間嘛。係，其實應該就係一隻創作嘅延伸。哦。係，就係講我畫圖，冇按到時間畫圖以後，我就去參加比賽。係，比賽。參加有次到，做得畫圖誒，係就係用一個循環，嗰次係咁樣，我時間上叫做嗰時候創作會讓人家廢寢忘食。哇，我都有感覺，因為創作的時間有一種，好像你的腎上腺素就會一直上升，錯，因為當上要完成一件作品，想要讓你心感度繼續熱情展現出來，係嘛？所以唔會聽。未會啦，雖然辛苦，不過還不會做得，係嘛？係。我係參加了比賽，其實除了我剛下提到的創作，還有一個就係，我做了比賽都有意思。哦，有咩講呢？因為佢係我哋 AHS 係少數含冇商業氣息，我知道，係我做動詞語嘅做創作。佢係一隻創辦人，佢係加來係因為顯眼高升，係啊，佢就攞嚟比賽，按到就拿來研究，應該是說收入，這個收入比賽的報名的收入就拿來研究白血病。所以你咪算係公益慈善事業，韓國因為受限制講，要買 sponsor， 所以你是做得用乜嘅產品，是做得用乜創作，基本上冇限制。係，佢咪冇主題嘅限制。哦，所以係當自由嘅。係。所以祝福你今年做得入圍，還做得泰國，做得飛到倫敦，應該去比賽。所以參加比賽哦，雖然講到很有辛苦嘅地方，不過其實你也是係生命地圖，你想要做嘅事情，想要創造。你也看到抓到你畫嘅圖，我就抓到圖是展現你從細一路開始入美術班，韓國有當到嘅回憶，像我看到。你動了張圖，也係你貼片發送本爸爸嘅，錯嗎？係，因為我做病嘅時間係，我係最後一年嘅一年病。哦。係。以後是唔是做病咧？以後就13年就做得咧。
所以你係你傳導嘅，因為你老爸爸啲強質素材作品，其實冇強啥素材，不過全部就啲媽祖。哦，啲咧台灣會係強樣嘅，是小據點，並讓冇強樣地方。它有分蠻多島的，它有4鄉5島，冇強啥島。哦，冇強咋，假如呢一幅畫對爸爸來講，有冇個特別嘅回憶？其實我就兩片，就是去走遍的地方。不過兩海已經沒有人了，所以都被雜草覆蓋了。我是從它的對面畫過去。所以你第兩片，你係你走遍的所在，你看過去該片係爸爸走遍的。應該係講愛辦畫展的地方，我在一個據點辦畫展，退伍之後，然後我從那個據點探過去，剛好是他當兵的地方。那時候，動升起動降，那就是動上的總本機。感覺很浪漫哦，有一種好像跟爸爸在對望的那種情緒。嘿，而且嗰次我冇買扁哦，嗰次很係強用的地方。該表示講佢係按落已經發到動好。行咯。所以你係貼片，你係用你嘅創作表達你對爸爸，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愛嘛，表達你嘅愛嘛。因為其實我走遍嘅時間，冇想會帶水彩去做去畫，去我爸爸老愛講，你要帶去哦，因為冇買事情好做，你做得要動到時間就得重做。哦，真緊啊！你仲要倆作品。我像爸爸媽媽幾多當關心你嘅，幾多咪當鼓勵你去經常做嘅，因為老實講做藝術做創作，自家要當強嘅慾望，當強嘅熱情。咁個生師傅看見咁要堅持，你咪係當重要嘅原因，因為當到爸爸媽媽講你做緊藝術，做唔得賺，該要憑好心嗎？很少啦，因為他們愛我們，所以他們擔心。對。咁其實要爸爸媽媽要不看見堅持，梗係當寶貴嘅，所以你真嘅係爸爸對你嘅支持。你係愛動態嘅動力。哇，幸福！韓國有一種圖，我有看到係你兩你嘅表哥嘟好，你兩沙地媽祖作品。係，差兩期。係，其實原本撈表哥嘅感情，那時候冇暗號，就是喺媽祖走遍後，那時候撈佢嘅關係變得很靠近。所以應該就是動上誒，其實有兩種圖係，因為在不同的單位，故所應該就冇辦法見面。你自己用想象嘅啊？唔係，應該就撈佢約定講，我會去倆燈塔。係啊，我就有機會，我兩三會去個燈塔，我就見到面。哇！強音翕下來，我這樣發下來。用動成牛郎織女，還要相約在一個地方。對，因為冇買機會就咧行出去營區。哦，所以你咪係東南門吼，咁咁要本以前講，13年的諾貝爾世界嗰種無卡應該愛呀，哈，呀關係啊，是真的是一種很大的力量。對，而且這個已經送給他，然後是去從他愛係愛加工無卡到佢拿轉來，加愛來啲節目當點一下。係，所以你係你嘅水彩法，安發出你嘅想法。後來我求你用一種新嘅綜合媒材的方式創作，我求展現出冇窮樣嘅風格，是像你頭先看到你幾部，你全部係你嘅印刻係嗎？係，我係印刻到朋友。其實你兩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扎係做頭那麼以前，一扎係我做設計師以後做嘅東西。所以你係用水彩加上拼貼畫，變成你係你做頭那麼複合媒材，你做設計師以後嘅作品，你攞大家紹介一下。好，因為其實台之家安音圈子裡面的人，大部分都用翕相來記錄，我就想我會畫圖，我就用畫，就有兩個作品。咁呢都好耐心嘅，因為你翕相你手機拿起來咔嚓一下是翕好，不過畫圖要花一段時間。係，因為我想要走出啲用到社群上面冇共用嘅東西，我就想，乜嘅音會嗌，乜嘅音會，乜嘅音唔會嗌會，應該係咁講。
你特别嘅素材。对。该东西因为你豪华水彩，所以你嘅主修系水彩系吗？我主修系西画。西画。我爱动好水彩。哦，你好用水彩了，就买菜。系。咁你自家用你嘅方式，用水彩加上用擦纸擦下来搭，这是怎么样的创意构想？因为俩行发廊里面某一个款杂志擦纸那就有一年就回收全部就拿去 fit 那就想安好可惜，安大手，安大手，那就想那大转去，不过给他时间还没有想会拼搭，那大转去还有突发奇想，走在结合哦，那长有俩想法。你是吃看啊？应该是吃出来的。哇！所以你也开始创作大体系按用应该形式，水彩加上插纸嘅拼贴。根本应该有准备一种法的送本。送本爱？对俩。该不会偷偷画我吧？哇！哇！希望你也重构的世界。哇！汉哥，你点解系哪位人吗？你系信主人。错。还有做功课，希望你都感动呢。所以就选了这张，因为有信主梁扎死，那就是也对你可能动有意思。好可爱哦，吉他画得好好哦。有唱爱吗？有唱哈。希望有位两个转去特别落去挂起来。好，希望。所以我发觉你对音乐的观察是个。咁係從你做設計師以後，你從了到進步，變成大體嘅作品全部反映咧。那時候也係最大嘅改變。那對音嘅掌握度、比例上那時候也沒變得較好。較好。漢啊，更細微。好，來我問你，譬如講畫 Rita，你知道哪位最難畫？哪位會畫到最精準？其實還係面五官。因為五官、眼睛又窮，其他地方就隨便畫都很像，我覺得是這樣。所以木珠係最難畫。係那時候係。那種畫係當場又窮嗎？本人認定啊。有當場兩百分。所以伫喺做創作嘅過程當中，同樣分享一路來不卡美東機器，韓國一路來。順順利，像美術班，韓國有參加比賽，有得獎，該一直會堅持下去嗎？你係咁有想講，係咪會做其他？你係冇哪，那就想會做倆。係係想會做倆。好，其實呢，就會佢還有新嘅計劃，等下到陣來請佢來分享佢哋夢想之路，下一站去來去到哪搭位呢？大家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唐玉天，今日喺節目當中邀請了解也發現嘅設計師，韓國佢係一個畫家、藝術家來到節目當中，也係演唱入圍嘅張入圍，大家來分享入圍 ，Hello 入圍。你好。喺呢個節目當中呢，有一團是講愛問你講，就是不假思索。好。我想你應該係一個一心一概人嚇，想遇到，不過你係直接反映假如咁樣大家在睇人生意，未做得人生意嘅創作。好。請問入圍，你最想要入嘅三項東西係乜嘅？假使 Rita 你係神燈，你想要三項乜嘅東西呢？你最想要的、擁有的。我想要一隻任意門。你未有想過，喺度咧？你係冇辦法出國，喺就任意門打開，嗰時候去動到地方。哇，好任意門！它便宜，就是它現實誒，還有一鈔票，動到鈔票，你就你講該那朵鈔票，可能就冇辦法走很多事情。有嗎？那就迷失誒，所以。會嗎？你會迷失嗎？一次都不會，因為有錢能使鬼推磨。所以嘟嘟好時候咧，
有动力去做些存錢，做些世界本意接觸到冇窮人嘅人，做得本有靈感，做得咧創作，變成一部很精彩嘅作品，係嗎？啊，唔講我，體善用嘛，係，唔講我肯係想講，係講做得成到底有錢未做得啦。個體善好像係乜嘅東西？應該係健康。健康。因為你要意識到健康當重要，一係最重要嘅，因為健康嘅身體讓做得做其他嘅事情，係冇其他嘅完全是唔是講嘅。係啊，哦，你蠻務實的哈，你真經真係想動到，讓自己唔使忙，所以講有點這個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咁樣用嘅。你平常去創作沒辦法用哦，咁面下苦的，不過作品做得完成，嗰時候咁樣用，係安用，真嘅安用哈。哦，該聽一聽，喜歡到海順嘅以後去遊了嘛？你想你最好台灣哪一片海岸？最好去哪度去看海？我最常去的是基隆，我講喺東雄嘅係東部嘅海順。台東。係，因為嗰時候係一隻淨土。你冇去過嗎？去過啦，我就講做得匆匆去嘅。Long stay 啊 ，long stay 啊，或者是蘭嶼啊這種，哇，那時候那邊洞很浪漫，然後海很漂亮，凍江。我其實第一人講話嘅時間，我有隻感覺，我想一個好創作嘅人，通常我咪好厲害，然後我也喜歡接觸台詞人，因為我想凍江、凍浪漫，因為本來凍到嘅感受，我寫出來用音，那個凍好變化。大自然可以療癒很多事情，真是。所以以前你發動到水彩，我可能動到係風景嘅感覺，係做設計師，當你接觸人又開始做動人嘅東西，也是變化嘛哈。好，十個類呢，請問一係有到小可，有一屆佢已經係提供台灣人來到天母店，佢講我想去剪頭那麼，咁因為用班人。老了感應好來輔導，其實經常我想來剪頭那麼，我講你冇頭那麼，我還有幾個我想去剪，感應用辦。其實有動人來剪頭那麼，其實想讓人互動。哦，你可能心情不好，不在酒，佢心情不好，佢想會輕聲音聊天，或者是想換一個感覺，我覺得我還是會療癒他，我還是會跟他有很好的互動。你是要去講咩？還是幫他按摩，還有那一兩根頭髮，他也撈佢剪剪佢，就用手牽樣子。安排好哈，其實你也在幫助他。所以做設計師，其實你咪係一種父母業，因為接觸動到某種感應哈。都見做幾多年咧？6年。6年。所以接觸動到人咧呢？嗰時都係一張，算是一個很大的衝擊，有辦？因為跟人相處那時候冇按簡單，每動簡單，就會講你其實你怎麼樣對他，他就怎麼樣回饋你。哦。不過但是又覺得人心難測，甚至我覺得你按對佢咪冇停錯按對你啦。係啊。所以你也是創作嘅靈感，因為你有動到嘅感受嘛，是在一邊做你像是寫東西啊、畫圖嘅時間，也真嘅沒以後誒，所以因為設計師呢一件事情，唔單止係為到你嘅想法講嘅落實而傳前提，它真的其實是給你蠻多的回饋的。沒錯。咁好，稍後來聊天，跟你最近喺天母店。最近應他講乜嘅？你既然說跟人相處簡單也不簡單。最近哦，其實最近嘅就係講佢遲到做地，不過佢心裡其實遲到做唔得，你係愛遲到真難嘅地方。所以講做得樣剪，叫剪出來其實叫咧。真嘅要愛愛人。係。真嘅。有。咁用乜啥？佢就凍薑啊，我就很小心翼翼就滿凍豆白，因為確定係愛用冇。就係安樣。咁你最後同人講乜嘅？最好，就是交給我來用，他都可以，就隨便我發揮。所以你都好是完全信任你，就是完全就是交給你。
你是不是等於成就感一樣？應該遲到係最自由嘅。哦，自由。好，其實呢，喺家下問答當中未了解到藝術家是一個自由概念，其實係自由創造。你講到咗咧，看呢個作品藝術節，是像家你上半日談講，一概念嘅木星係最難畫嘅。你看到呢個作品，譬如講有一部係呢個學弟係冇？係。你畫兩學弟嘅時節，做埋呢個特別想要記錄下來。其實學弟就係講，我做設計師以後，佢特別來給我捧場，就是完全交給你。嘿，佢劉棟聰本來填一張爆炸頭，那就棟雄會記錄下來，那也是我第一張開始畫的作品，所以我覺得。所以你要說係你作為設計師，人生轉變一張，像是一個里程碑，你都要記錄下來。所以我覺得那張畫算是很特別，第一張開始畫下來，然後第一張開始做拼貼。係，那時候，你看到咧係，這個是拍照的吧？佢係啱翕相嘅，係。你都要翕相，找來攞去變做法。係，又像哦，更像哎，好像哦，而且有一點那種黑人的那種，對，我們就是朝那個目標做的。對。所以你展現出，我覺得你有係愛啦。幾段嘅機器，幾段嘅心情，不然你做得不用手去做，你想來做嘅。因為獨身為設計師吼，還是有業績壓力。他哋希望講你嘅作品本人看到，所以佢來支持你。哦，所以很有愛，很有愛。所以我想你嘅夢想之路，其實當然讓你支持嘅。你除咗只想感謝嘛啥冇？感謝我爸爸媽媽吧。誰記得一路支持你，到今還係當支持你。無論你做咩，記得是講好，加油，哎呀！你們安徽爸爸媽媽，他們真的非常支持你。對，就是我做什麼，我做頭髮做到一半，說我要去辦展覽，佢哋都每次都做得啦，你就去做。哇！我去倫敦也係有機會，佢咪都支持我去做。看咋麼？錯，家下講到你都發吼，你去年有拍一張畫展，是係你的作品的展現。叫做尋人啟事，你用嚟講呢？就是親民啟事。親民啟事。是係啊，整件事情地圖嘅圖，你很多不同的人物本大家來簽，哪種圖係你？其實棟雄小時候看到有人張貼尋人啟事那種背板，然後剛好我用拼搭這個動作，棟雄也可以撕貼尋人啟事的這個動作。所以我就想，用倆主題很有聯想力，或者是有不同的回響，這樣。所以你係去年做嘅倆展覽咧，今年新嘅目標係去英國參加比賽，好唔好？希望做得。哇！祝福你夢想成真啊！哈！我想最尾我請入會對你當地看節目嘅朋友講兩句話，大家當地對佢夢想有乜嘅鼓勵，我嚟撈大家講咧。其實我知道，有想法之外，還要有動力，大家動重遊，所以有想法有動力，你是去做，堅持下去是出嚟。哇！咁我咪用呢個繼續來祝福你，希望未來看到你有新嘅計劃、新嘅發展美好、新嘅作品，希望入圍，希望。哇！今日談嚟入圍嘅對佢夢想嘅故事，其實非常嘅感動，我祝福佢繼續閃閃發亮哦！咪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今半日嘅節目，邀請大家訂家下繼續聽聽先生嚟做認同哦，希望大家上嚟了。